佢開心唔到啊！佢又揾唔到工做，唔係揾唔到，唔係大學畢業又揾唔到工做。佢將個責任咧就推俾整體嘅社會。最主要嘅咧，大家要了解各方面嘅環境。你哋要對抗，我對唔住，我離席，我無謂幫你哋講嘢。拜拜。詹培忠，你坐翻低啦！你坐，唔係我俾你講嘛，我俾你講啊！我作為主持人代表香港電台俾你講啊！我點解要嘥時間喺度浪費我嘅精神？阿詹培忠嚟啦！開心從來未想我，孤單了才願找我，如舊抱着我，如舊熱切地親我，盡是情人偏不愛我。開心完全是因你，傷心了還是因你，從沒有伴侶，從來沒法認識你，心想放棄，卻已沒處飛，仍繼續再親動人動情動心，你傷我都要這麼震撼。我願你是女人，戀愛不發生，不必求你再熱烈抱緊，繼續再等，沒停沒完沒因，等每一次你的過分。我恨我是女人，而情難自禁。